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雨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雨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吼。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今日节目是喜庆的，伫2005年2月23日，亲自来采访到真耶稣教会基督教会93会林马克长老的录音节目。当这时林马克长老也年纪老迈，身体也比较虚弱，但是伊依然真乐意。欢喜甘心接受喜讯的采访，要将伊人生所经历精彩动容的生命见证呢，要来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知影。不过林马克长老呢，伫咱节目咧播出的时阵已经离世啊。伊伫2005年的4月28日，伊伫厝内底安息来离世。当咱还阁会当真清楚听到伊亲身清楚讲出到伊人生的过程，甲伊生命的过程，甲伊信主的过程，听起来也真正互咱非常感动，会当讲是伫心肝底的生命见证，这实在是真有价值的啦。好，咱就来听真耶稣教会基督教会93会林马克长老以感恩见证的分享，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来到这个咱彰化市这一个海顿公园伫这要来访问到咱基督教会林马克长老马克长老伫咱录音的节目当中要甲咱拍一下招呼一下长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咱已经听到马克长老咧甲咱拍招呼马克长老，你今年几岁？今年93岁。93岁啊！是几年几月生？日本时代是1962年9月18。昭和啊！昭和。咱民国几年民国22年9月26。安尼长老你细汉是倒位大汉的？我虽然出世是中华关河尾镇下雷村。下雷村。好。恁一直拢住伫遐吗？阮一直大家8岁才离开。恁较早伫下雷遐在起来做啥物工作？阮下雷大概是阮的祖先拢无落来，那时阮爸爸甲阮妈妈那尔。爸爸是咧上班。妈妈是做家事。所以伫恁下雷的时阵，恁8岁离开是啥物原因离开这个下雷？讲起来，阮爸爸是孤囝。无啥亲情。所以阵伫个所在生活上种种有些问题。伊后来咧，因为阮爸爸有生4个囝。一个2个后生，2个查某囝。其中突然间一个身体无好。较早人是当咱拜拜为原则。阮那时讲，阮祖先嘛是安尼就对安尼。拢拜拜。拢拜拜就对安尼。种时嘛是求神托钵就对安尼。最后嘛找无到什么好的办法安尼。有一天，我爸爸伫上班的时阵，迄阵就觉得伊日沙
5月23就是迄个黄庭聪先生，啊，这黄庭聪先生伫即个中华江啊，一真正有出名的人啊，5年间甲伊相当着安尼，所以咧问来问去，问到家庭去安尼，才讲伊的家庭，阮的家庭是做父安尼好听安尼，才搞引出来信耶稣，就是对遐开始。恁爸爸原来算公务人员，对，所以恁对下里了搬来什么所在？阮对下里了搬来屏东内埔乡。屏东内埔乡对下里遐就信耶稣。是。伫遐信耶稣才搬出来。对。谁来搬伊到遐？遐是什么职业？因为当时即个黄庭聪先生伊一个兄弟啊，或者黄bü的先生，父啊，就是芥俊纯先生伊按什么去即个屏东要开发一个交通事业。所以伫遐你袂少讲有一寡教会的人比较较重视，会当来去遐甲伊帮忙无安尼。其中遮大家伫遐讨论了，因则讲无样咧。阮爸爸姓林，我林某某都安尼一家4、5个，在下落也无家产，无半项安尼所以我独生子。国囝安尼，所以无甲引出来去试看嘛哩安尼。是啊，怎去屏东迄边遐从事这个交通事业？对，斗3工就对了。对，因为咱早讲这个做事业若是讲较无讲较中心的这事业要初开始去拄着歹人别甲伊变到尾公司嘛做袂起来所以找着讲咱教会人的信仰所有人比较较忠心、较老实，袂学袂变若安尼，你这个事业的伙伴咧做伙时阵，咧开始开业嘛所以咧操作当中会比较会当互相尊重、互相顺服公司的规章照安尼去行就对了所以有带几个人过屏东遐。屏东是干阿阮爸爸去干恁爸爸去恁爸爸算是公务人员，所以伊怎离弃公务人员？当时公务人员薪水较低所以就辞掉去南部就对了。因为生活上的关系安尼。所以恁当初是差不多，恁兄弟姊妹几个人？我拢总爸爸生8个查某。8个8个我是。若照排起来是第6个啦，若排起来第4个，查甫排第4，查某排起来我排第6个。是安尼，所以头前还佫有阿姐就对了。还佫阿姐2个阿姐安尼。恁兜拢总有8个囡仔。8个囡仔安尼。迄阵当初是已经8个，还是讲去到屏东佫生？毋是，我才是第4个就去屏东咯。所以你出伫屏东生？我就是下落出世的。伫下落出世所以我下落出世8个月，以后才传播，才过去屏东。所以甲老六就对了。对，生在老六。所以屏东遐佫生2个生2个，多8个安尼。做8个对安尼。所以当初是囡仔拢较济即马拢少子化少生1个2个，有诶根本嘛无想要生所以较早拢一直生7、8个，有诶几10个所以恁8个嘛算足济8个真济像以前阮爸嘛生6个6个就算足济即马佫有8个有10个10几个较早拢有即种情形。差不多啦，所以恁后来伫即个屏东遐。就是恁爸爸伫迄屏东客运嘛伫遐从事即个交通事业的即个工作。后来迄阵已经信耶稣了嘛？遐有教会无？遐就个高雄州，屏东郡，但是毋过无教会，只有干那屏东教会。屏东教会什么款人信耶稣就是。因为基本员就是讲，因为上班的人员，投资的人算讲屏东客运内底足济拢是咱教会信者就对啦。所以这信者内底遐成立一个类似即个教会，也是基督所安尼算一个一间伫遐做伙。时阵敢有设立一个教会？迄间设立有屏东
新耶稣教会，有设立就对。还有2个团队，好安尼啊，团队是主牧是走来走去。所以有当时过来遮，有当时去别个所在。去台南咯，去台南、台中安尼。较早团队较少啦，很少。所以大概拢是用迄个顺牧的吼。顺牧啦，你来6个月就换一摆安尼。安尼啊，若阵做的时间大部分拢轮流，大概稍微用长东客运、长东吼，伊较这个新歌公司啦，所以拢大概像因遐人咧轮流安尼。迄阵差不多偌济人咧聚会，你敢捌伫遐聚会过？真少呢，几十个安尼。但是恁阵住对，住屏东还是住在其他？我是内埔。内埔，内埔离屏东偌远？内埔咧，阵40个，差不多45分钟。45分钟。45分钟，我讲坐客运，阮都免钱。坐客运过来，坐客运来嘛45分钟。内埔就对。所以你若要聚会啦，大家拢是按照去聚会。就按照其他人，其他无法度啦，无时间啦吼。大家拢是利用按照日来聚会安尼吼，是。恁伫这所在住偌久？我伫遐都住个8、9年啦，呢。8、9年啊。马科长了，你是读国小伫迄个所在？我国小伫去读到2年。2年。拢伫迄个所在。2年呢？2年。无搁继续读。有，以后代志。以后是搁离开遮个去读。以后搁离开，再补就对。所以你离开这个屏东内埔的时阵，就是你国小2年就对了。恁全家搁去对。当初就是日本已经有先见之明，现在讲已经要开始爆发战争咯。迄个叫日本。第2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大家拢知影。安尼准备要战争战争咯，大家足紧张。因为物资的关系。是。买卖的关系，人心，拢人心的缭乱。所以所有的拢爱合并。拢爱控制就对了。合并就一间公司就对。无要互你讲，我较早有3间公司，但是3间爱合并一间。是啊，就尾到尾转合并，我觉得迄个解体都叫生活问题咯。是。所以恁就离开迄个所在。无离开。无。你迄我要离开，然后天家的毋捌半人。阮老爸是直接下落人，就将出来就毋捌等到下落咯。安尼也无兄无弟。是。无大姊无小妹。阮妈妈是5车人，潮南人。因的厝呢是咧讨海掠鱼的，家境当初讲起来是，若是真卡人是袂歹。但是阮父啊，阮妈妈有一个那种志气。嫁出来，敢若因暗老母离世转去以后过来就毋捌转去咯。就落头太远咧安尼啦。所以嘛毋敢变甲厝里要求半项。所以安尼就迄我就想要安怎啊？想都无办法。教会才照一间啦尔。对。传道3、4个月才看一个人。要想要求什么人？人讲就天顶的神。安尼来讲，毋过就是信心不足。所以每日就是甲流目屎过日安尼。安尼，算恁爸爸有头路无？我是要讲安尼啊，就是过日，就是阮老爸忽然间说调兵。就是日本在战争爆发出来，跟调兵就脑充血。迄阵开始战争啊？战争咯，开始咯，就战去病院就无效咯。脑充血等于中风啊呢？中风也无法度。上去病院就无法度。像恁妈妈甲恁遮狗囡仔。安那。有人嫁出未？有，大兄已经娶了。娶了带对。嫁了。大兄大姐拢娶嫁，带对。大兄是带阮内底。大姐嫁是嫁2年。嫁2年。免怎样？要人讲要叫天袂应，叫地袂当。算迄阵真正啦无头路嘛无头路战争还佫无头路。叫无头真困难啊！到尾有一天，想啊无步路啦，咱讲先开条路啦。阮即个大姐的大官，李林人，是突然间
来阮兜。哦，暗暝忙这个有呀呢。哦，是啊，好，啊，阮母啊当时来嘛就是客咯，吼。哦，是。就排解讲啊，啊，这问阮母亲讲，啊，当前恁即马你家庭的生活安怎？哦，关心就对啊。是。伊讲，但要安怎讲嘛，不要讲。是。好。但是不要讲啦。通我生活就对啊。迄阵，迄个马哥长了你迄阵几岁？我读1年啊咯。哦，读1年啊。哦，啊，所以你会去感受到迄阵的困境，拢知影。对啦，对。通我生活，拢知。所以迄个阵，若是讲即马安尼93岁啊，想着讲较早国小1年的时阵，这家境的中间马哥长了还会感觉非常的感激感觉想着较早迄种苦境啊较早是上快乐的生活，很想变成那安尼。本来是足快乐的，雄煞怎？生活真好，所以不得不，阮的亲家才讲无安尼是嘛？我甲恁对一项建议安尼。是。你来落做饼。叫做个糕饼，你不晓得？日本人讲个糕饼，阮大兄听见摇头，我都懵到迄，我哪晓办？是啊。伊讲你听我讲，伊才讲原理我听。是。安怎做？我会甲你分，你的所有的即个工作器具，我会甲你安排。你怎么不问题？当初日本时代，日本时代，若要不。按是经济部，经济系就对啦，这经济管的。无你较重大的物件，米咯、油咯、盐咯，什么管制？管制。爱对底下去同意，介绍你啊。这当面。伊讲你去甲遐申请，去甲衙门，日本人讲叫衙门啦。咱台湾人怎讲派出所？派出所。较早讲衙门。你甲衙门讲，你查户口簿啊课，查银啊课，你查户籍点户课，你所有工作人员安排工作批库，我全部甲你发好你，我包在我身上。是。阮老听嘛是安尼嘛一套路嘛。对。无要安怎？总是嘛是爱拍拼。这你八九个，突破困难啊。要脚头路咧。都但讲要转去，阮老会晓讲话，毋过袂晓讲日语。叫阮哥哥爱去安尼啊，咱个又无爱啦。伊讲不对，讲迄都无合到，无合情，你为哪有法度？伊讲好啦，爱去啦，甲今仔来了啦。你爱民主吗？爱死命。对。然后人去这派出所，警察是真好哩啊！专家去讲这代志好听。伊讲好，我来办，看你要想，看你1级、2级、3级有分。你怎我怎铺啊？若好你就去工会买。吉米的工会买，油的工会买，盐的工会买，麦鸡的工会买。你再无租就对，无租不开店嘛，爱钱就对啊！你爱好一个店铺。就迄个阮阿兄伊个进前就有好了啦。甘英堂。甘是甘甜的甘。甘甜的甘。永远的永。堂是天堂的堂。甘英堂。甘英堂饼铺啦。饼铺饼店就对。饼店。个无偌久，阮阿兄小朋友咧亲家，伊讲已经通过了。所以伊所有内底工作器具，全就对运过，甲阮来报来。是。阮大姊甲阮姐夫才好转来。伊甲讲是嘛，我甲你讲，互你1年。你对1年。我就要甲带爱转来，因当嘛做饼。伊大囝。算去甲伊教就对了。教1年。教1年的。做2年又再来咧，伊要叫伊的孙仔来教。安尼教久啊？教几年啊？我教2、3年。教好完全拢会晓做咧。这爱我做安尼，就爱买去安怎？对。就再讲好啦，较无就无路。是啊，这是无，但是谁开到这条路来了呢？就转做饼起来。有路做。以外，客家人嘛真爱食日本物件。是。日本人嘛真爱食日本饼。安尼好。生意真好，感谢主。因为当初
家庭的生活，生意算袂歹袂歹，佮提升起来。是。佮提升家庭的生活。做生意吼，初开始哪样做生意，一般拢会趁钱啦。对，就是袂晓有人看家，也会晓。按怎买物件，才有门路啦。那无就无门路嘛，无法度啦。哇，人讲好景不常有啦，好花不常开。对。忽然间邮差来啦，我那兄做林庆芬，林庆芬摕因来等伊啦。好啊，要做兵。战争开始咯，伊个真足热烈啦，你规拢唔晓讲话咯啦。大靠啊！敢若伊会晓做兵尔。伊会晓，村都袂晓。对阿兄咧，是大拿对老水迄个。迄个几十岁，一考到高雄工学院。伊就建筑科。安尼算当这是日记时代算。当初伊个时代。来读册，第一名啊！安尼啊，是第哪里啊？安尼啊，熬读册了对。熬读册啊！你已经一百个也读册，你有没有讲啊？是。所以当要调去做兵，这兵铺就免做啊。兵保证保住啊，免做了啦。对啊，就变关店啊。先关店，关店免做。想人嘛想，人讲靠嘛靠。求神嘛求神。个对啊，阮老母才想落去，讲来去找伊家啦先生，50万张路。较早是叫做伊家啦。日本人叫伊家啦56。叫个56，因为也无入张路啊。讲要来找伊家啦先生。56嘛，56啦哈。伊想讲，咱遐想，咱讲56张路，伊家啦先生，咱也无啥物交情。这是去教会，咱聚会一半摆啊，5年安尼有当着，安尼难念。算日本人啦。伊是日本人啦。是。我爱调伊先多真悬咯。讲老讲阿乌水网路啦，网行啦，他就地步来了啦。咁你咁看出来人，就讲来去到安尼。去公山，伊伫知伊伫公山，伊伫遐公山。去我真好哩啊！变我信息啊啦。来讲个情形，体种红单好看。伊看我嚟讲。结果一礼拜，接到公文，看安怎处理，伊叫公文处理。对，伊无话讲安怎样啊？公文啊送去，你叫公文处行就对啊。我那样讲，你嘛讲喊过，看有法度无法度。对啊。就回答，你甲讲你看公文。嘛是当然咯，无里面啊，人伊地位上悬的呢。人讲出门是人的保镖呢。安尼啊。到尾啊，转来一礼拜以后，就是啊，在物件都还到了咯。阮姐夫来，逐拢转去咯。对。拢还到了咯。就是去日本，叫海军，讲三界海军。去报道。海军但是别讲我这个海军呢。我也毋是海军的，我这来报道。当我那个就一疑问就对啊你啦。我这个海军啊，伊写海军考古武术。海军航空枪啊你。是。其实毋是海军，是空军。是空军哦。空军是有够大迄个住民啦。你看迄土地小大个。因为阮公山遐，公山的海军，空军啊，空军，就因为以后我就读这阵去遐，我才知影咧。那尾啊，好啊，嘛是来甲你报道咯嘛。就甲伊，但去小个甲伊分发去下部啊哩啦。叫我做啥物？较早吼，做去考司机对无？较早咱考司机，本来考着我司机咯。我有司机牌开车咯，日本时代毋是考起来司机牌互你无毋对吼，但是你佫爱佫读6个月，6个月就是会使，你在司机内底即个学生做作，还去会晓全部要修理。佫样维护就对了。维护，咱讲佫样维修啦，爱样修理啦。按你叫伊就毋是干样开尔啦，佫样开，佫样修理在。开个拢会当修改啊！迄个技术啦，对，就是伊就是伊特点就是伫遐。
就是人讲技工，当技师啊呢，就是派去啊，算做后勤的对，对，后勤，对啊，就底下就大家咱讲嘛照薪水哦，唔是照对边的哦，薪水照8点上班，5点下班，嘿，也完啊有台风袂歹啊，是，啊有一天阮住伫屏东，那要安怎？嘛是厝呢一边是公司的，啊一边是阮的，阮的上较少，公司的占较济，当初迄所在会使暗时停6台车，啊现在讲大家有头路，阮妈妈都爱注重，互咱司机。车匠，早以前有就那个车匠，我知，较早有车匠，有车匠爱接班嘛，所以嘛薪水，所以我们讲生活过得真好过啊，真好过就是安尼，收入还够有啦，对啊，到尾啊无卖啊，无来煞来潮州啦，煞潮州，就是原因就是安尼，所以恁讲有大潮州就是安尼，就是我煞潮州，煞潮州讲做一间厝安尼，内埔离潮州远，内埔就嘛30-40分钟，30-40分，就去去潮州对一款物件款的做一间厝，对仓库业就是，就拢煞离开咯安尼。当去潮州，我生活是要安怎来？阮第二姐，就小做因老母，伊就是去甲日本人住咧卖册，想讲当生活要看嘛一工对一工，一直迄简单的日子一日来就对啊，你就有一工去潮州就约北去，讲无我来行去来看嘛咧，有啥物人好做无？安尼啊都好。先安排一个形式，咱遮讲形式，甲咱形式，即摆讲行径，即摆讲形式。看到阮母啊，伊甲着，阮老母是歹势要闪避，就对，介绍一下，甲叫，讲安尼会遮，算讲无熟悉就对了。我熟悉，有熟悉，在大埔做形式过，我就熟悉个。遮讲，但是怎叫你公司安怎嘛？就讲我都合并去咯。是。你买创啥物？无啦。我甲你讲，你去菜市遐口你讲我有熟悉无？甲少点堆，嗰啲鱼啊，啲刀啊，是串边，较早边个串着。对，串边。几粒啊，摆咧。你甲我讲，我来检查，我叫人去检查，检查通过1个月，有几十斤的糖互你呢。我糖爱配给的。是。我糖再买的，咱照即卖估计来讲，嘛要1000多块啦。是。加趁1000多块对啦。生活有够嘛无够，无够我得加补贴的。对。你无形中，神咱讲摆着即个人，感觉足奇妙所在对安尼啦。就底下就好了。代志我安尼，经过6个月咯。哇！人讲实在是学就是学啦，走袂离啦，迄个开始扫射咯，米离到咧扫射啦。扫射，就开始渐渐扫射。我1个月来2个月来扫一摆，这扫8扫完已经工作已经成功叫扫掉。哇，就好。就好啊。就较早消防组是咱安尼过市的。对。把你好拍咧，刷咯。政府也无甲你管咯。就阮大兄讲安尼啦，甲即马来咯，已经空手破去了，无半项咯啦，顺便无半项咯啦。无来本来公山啦。公山的时阵，厝拢起托较厝，真宽真大间，佫真俗，甚至有人较歹免钱就对安尼啦。因为公山迄个军事区咧边啦，咱有较有的人伊就走咯。对，今到时就轰炸遐。对，伊会走啦。今炸遐。若较无的人就往大。对。所以有一个空厝，要互你大好，有钱也好，无钱也就对。阮就搬公山。阮潮州读嘛，差不多要到2年咯。读牛蛙咯，潮州读牛蛙。就刷去公山。
啊，所以工厂拢刷起来，山好少些。啊，我所以工厂较好，差不多4年了啦。第4年啦。啊，头去年啊，就是啊，阮大兄等来讲，甲阮老父讲，讲我即马吼，有一件代志任务就是安尼。啊，阮即马要什么任务，嘛无互阮知啦。阮就不使等就对安尼啦。啊，若是万里，阮也无转去。也离开工厂。好。意思讲正式啊，对不对？啊，你话咱想要3工无转来。哎呦，安尼啊！航空母舰起来爬起来哦，爬到到位咯。奇怪啊，我你是个奇妙咧。你讲可怜就在共产党啦。对航空母舰要翻头啊！航空母舰要翻头。翻头，搁起头转去，搁转去啊？无起来。无起来。是安那。跟他去跑就走。跑迄个航空。要在地拍的啊，啊，就转去了啊。伊是要破坏迄个军事基地呢，伊无要拍百姓。啊，咱黑暗转来咯。有来啊？有转来。啊，再讲个言好听呢。我讲我嘛有去啦，啊，看你收回啦。伊讲我哋讲，即马军的下令，周围在几10公里内全部拆迁老百姓。全部拆掉，拆掉啊！拆掉，拢袂使，直接袂当离工山就对。袂使离当工山啊！今日第二次再来啊！你今日过来啊！还过来啊！你哈，叫老母讲在囡仔错，你错啥等于，咱的故乡啦。等于下嚟。讲那我想讲啊，下嚟唔知要送啥物嘛？这你不嘛是爱酸啦。那也是啊，阮就六个排排呢。啊，迄只头有写咧。难民一边，阮叫做难民。是。旅客一边。有旅客啊？旅客坐车嘛有啊，来去嘛有旅客啊。但是难民优先。我甲第3，我第4、第5、3个。反正2批。阮老想讲万年叫炸掉。啊，佫有老批。啊，咱车坐起去。现在坐车，这个中华唔捌来，拢唔捌咧，唔知种中华都是假，啊来到中华车头，再讲中华，第一中头车头，差不多人讲拍几多遍就对啦，伊飞机就扫，安尼啊，啊咱火车内底有头前有机关枪，后壁有机关枪，后壁有2个兵啊。后壁头前有2个兵啊，在啪，迄当时拍算的啦，啊，就听声，啪声呢啦，他们滚起来，啊，好笑就走，到到3、4点了，到中华了，啊，中华落车，啊，阮老交代讲，你若甲中华，遐有一个中华去客运，你怎么等我？哇，巴肚要食。无物件好食，无钱，巴肚枵。啊，佮到5点我有到位咯。啊，伊说啥？说有那延安啊。延安啊。延安捌哩。冇知。啊，我是小弟。我是2个小弟。啊，就查咧，伊讲哪要去对啊？伊讲啊，无来谈钱啊，谈钱就是。阮大兄会丈人啦，伊带谈钱人啦，啊，头前就去谈钱啊，谈钱去啊，去个迄种见笑嘛见笑了啦，啊，但是迄亲家啦，头一摆见面就对啦，自从离开屏东，甲即马10几年咯，头一摆见面安尼啦，啊，我看到一个孙啦，啊，真欢喜啊，啊，只多3、4工。嘛毋是办法啦，是嘛是爱走啊，嘛是个走，嘛是个我找对，嘛是个做个我来行啦，啊要对啊，我来离林啦，来离林，地走惊一下啦，啊就去过去住离林，住到正个月啦，啊嘛是袂用咧的，对，嘛是爱个走咯，那个走，就等下下落啦，啊下落敢有所在？无半，无厝无田无半，那厝有得去嘛毋知咯，啊，到尾啊，讲也庆动啦，就牛条互阮带啦，
当大袂歹了啦吼。啊，甲伊个要负担，要挂掉的时阵啦。啊，阮就有老母讲，无你去捡车啊啦。啊，无免怎，拢修理拢稍微咁样长站咯，对安尼啦。啊，阮就去捡车啊，捡车啊，捡车啊一个，爱挂掉的，看到阮较幸运人啦。我囡仔对人。阮业内人啦。业人你想个囝？阮老爸念记来，哈！你记遐辈个囝？啊，你记遐一个囝？好安尼吼，种逐个囝，好像真实个对安尼啦。啊，头家来，甲伊讲，互伊捡。啊，食饱叫伊食。大头半年过，阮老母咧想，我毋知影啦，等甲阮带来追尾。追尾。泉州厝，迄个叫泉州厝。泉州是伊个大姊。大姊。是亲诶。亲大姊，自从伊出嫁，到即马500几落面。几十年咯。哇！啊，其他人应该是陌生诶人，无啥一番对吧？但是大姊足好诶。安尼。啊，个阮咧渔场。嘛是当庄稼人。庄稼阿叔啊。嘛是上好咯，对安尼。我那爹带几多个月啊？带几多个月哦？哎，我咧大时阵，阮老母嘛想嘛毋对咧，遐侪人，遐侪囡仔，咁大歹势，咁是啊，打算就好，打算我提粿哦。安尼哦，提粿叫粿落去摊，唔粿啊，落滚哦，滚到明仔载了，再个提提粿提哇，真好啊！阮咧以前讲，对粿拢爱提哦。哇！即袂使无一工无肉的安尼。哇，安尼哦！阮咧以前就是安尼讲安尼吼。真好啊！啊嘛毋少肉的啊，头一摆见是吼，哇！我足慷慨啊！真慷慨安尼。啊米吼，你煮白米饭100块1箍。哇！迄个时阵，咱开始咱台湾咧起飞起飞，就是河米节啦。河米节啦。河米节就是对新港对面发达起来，毋是河米。还有河米节啦。啊，河米爱芳洗芳了，啊，再去泥洗，再去泥洗，啊，再去芳节啊，再去做安尼。所以较早酱牛芳，啊，就去教阮老母芳，再去买大车，阮老母有啊卖晓芳，啊嘛有钱，安尼哦，啊，都差不多要，但是差不多结束进前，咱是毋知啦，我老真想结束咯，阮阿姨讲。甲阮妈讲，配合甲叫转来，配合就是阮第二大姊，还袂记安尼。讲你也叫转来，讲伊讲，要毋我伫遐一个月我1-2千块，意思讲1-2个，现在再即摆讲1-2个，为1-2千块对安尼。啊，等我上来讲有，我甲引起接报上少一个月要5，比如讲5000块咯对安尼啦，2-3笔多安尼啦。好像2节也袂记了对。要袂记安尼吼，啊就讲好啦。啊，甲叫转来呢，啊，转来一段甲介绍去接报工厂，去接报。啊，安定了，啊，我讲就去弄去15周年聚会，吼，啊去聚会，啥人咧聚会？拢温仔人咧聚会，就阮老讲15周落遐一新家讲。对面一新家讲，伊有一间厝啦，啊，伊是官府啦，啊，我互你住啦，免钱啦，伊讲无啦，看偌济安尼，伊讲袂要紧啦，我都厝做空啦，无创啥，干我是安尼啦，家己是做生子安尼啦，啊都，啊就是搬去遐咯去住，啊住无偌久安尼啊，哎，听已经日本投降咯，听日本讲日本投降咯啦，你听咧讲安尼啊。因为咱都嘛毋知影，啊无收音机，啊无看项，啊无报纸咧看嘛。我真正无过只新闻假期啊出来咯。讲影响可送，日本投降咯安尼啦。迄个阮大哥就是伫防我伊当时，迄个钓鱼当时变日本军了吼。钓鱼当时安尼，啊到尾啊转入。伊专是当时转来，要退伍，啊叫阮去啊，人家搬一寡物件转来，啊转来要创啥物？转来嘛是无头路呢。看咩上无头，拢无头路安尼。呀，有一工，咱下拄啊好，讲好了平咯，即个黄衣衫被车牌，是中国政府车牌伊，伊大家做区长，大家无教会，清水。
有教会，做一办公室做来清水，所以阮大家拢无牧师嘛，伊就话清水有一间海军的土地，实在有够大片，无西港咧就拢是安尼，海军咧就伫安尼，空军咧使用，到尾就空军来接收起来，接收起来欠一寡人员就是啦，反正讲。总之嘛，毋是讲无咧生产啥物事啦，整顿就对安尼啦。整顿来足大，有诶无正多就对安尼啦。个有宿舍安尼啊，才甲阮安排来遐。一间厝房大，大厝个免钱安尼。个阮位兄弟拢全部拢住来即个所在安尼。大兄住伫遐，第二兄全。伊来等毕业了，甲因去教册。就是啦，有奇妙啦哈。阮第三因去伫迄间公司，迄间伊空军的。我也是安尼。阮第五因咧爱读册安尼。所以讲，想讲奇妙咧吼，到你咧传，阮伫啊，即困难咯，已经虽然是讲好了。大家去自己传言，嘛是真困难生活呢。安尼一个人安排伫啊，大家拢个拢有头路。所以我当想讲，这是神的奇妙啦，毋是咱人咧搞啦。咱人讲我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啦。最后阮老父伊继续人生，不要80岁了，安尼较啉80岁安尼所以我会想起来讲，人的人生啊，这才是真坎坷。所以我讲一句讲，我就是流浪的性质啊。所以恁这段时间嘛无机会去聚会呢？无，自从丢酒了就无法度聚会啊嘛。丢酒都无教会啊。来补遐还可以当去屏东对。丢酒都爱做车爱钱咯。好，所以恁就这段时间根本无法度聚会。一直到对才开始有立足地，就讲有通好好聚会。聚会就对清水开始。对清水开始。清水是有教会啦。清水有15张咧。15张咧嘛有教会。有教会安尼。对，若较是有实在有去聚会，按hiệu日啦，暗时免讲啦，暗时拢无啦，较早拢无咧暗时嘅聚会馆啦，即种去按hiệu日聚，按hiệu日去即个15張咧聚會安尼啦，所以毋知八點你才見到大家真熟悉嘅事安尼。好。所以伫即個當中講起來，是若保守恁啦吼，恁若別講搬尾也要去聚會了，去拜五上創啥？對，辦我信咯。我先嗰啲做啲先家，你先啊無夠關過。無這種想法了對。無啦，叫想法攏無啦。攏一直堅持這個信仰所嘅。對啦。恁有祈禱無？佇厝內面有祈禱？有跟祈禱啦。種媽媽有教大家做祈禱。比較較無。因為信仰教會嘛無咧教啊。所以也較微好好啦。較忽略去安尼。無去拜拜，無拜拜攏。但是嘛無講對耶穌這樣代志，該了解嘛。或者嘛是安尼。或者是無了解。或者無了解，因為你無基礎啊。無基礎，傳道吼。我姑姑來解，那是傳哪呢？所以這靈娘嘛，無講該足安尼。好啦。所以一直甲就是講有一個立足地了後啦，安定落來了吼。附近教會才開始參加聚會安尼，聽較一個道理安尼。所以開始就是阮來講，聚會有嘛個較一個基礎，就是講對尾開始，對尾就較有咧按hiệu日咯，就有咧守咯安尼。啊，佫來即來清水，清水則去清水牛馬台，迄個說落寮，迄個咧一逐禮拜就去咯。迄陣聚會佇遐。後來你就是來去再結婚就對了，一隻徛卡就對了。迄陣你幾歲？23，個足少年哦。你唔就算未做兵，聽講做兵了才結婚。當初阮咧做兵分做2期，一幫補充兵，佫來是上皮兵。補充兵偌久？4個月。佫來上皮兵1年8個月。安尼算加起來2年。2年。迄陣結婚了未？
也未结婚，未结婚。啊，所以你是甲要从兵等下先我再结婚啦。再结婚，啊是人介绍的哈。是王永庆执事，好，啊，甲叫做达德执事，王永庆执事，何谓王永庆执事？感谢主了哈。啊，所以怎样拢伫咱祈教会参加聚会啊，比较属红安尼啦哈。听了你几个囡仔？我今嘛拢男女5个啦。5个啦，吼！你祈福教会印象是安那？可以吼，我是真正念念不忘啦，真怀念就对啦。迄所在咁，迄时阵你23岁，我其实可以是有教会咯。迄时阵有教会，已经有咯。对，第一个信者是因入去师。好。我就师因，啊个连咱兄，三阿兄，这是因正讲的。正讲的第一代伫祈福信者了对。啊，就是大家跟太太因。不得个因，因某。不得某我第一代。我第一代。我第一代啊。所以你真侪教会信者，唔知讲上第一代啊。安尼啊。你敢知讲伫祈福教会，即个聚会建堂的过程，就讲我听讲，正开始家庭聚会尔嘛，吼。迄我是家庭主会做厝，做厝，家庭主会啊。迄阵算家庭主会，还佫毋是祈祷所。若有团队来伫家庭主会才主会。团队来访问真大姐，嘛团队真少。真少啊，真少啊。过来人甲斗坐起来。对，嘛信者嘛无几号啦。因为信者使讲敢期待啦，尔啦，敢我就随因啦，也进入了，连那些啦，也个啦三龙因啦，啊个这个不这个安南的，期待这个安南的，是，啊个来拢无落的，后来家庭做了再买会堂嘛，家庭会了再买会堂，买会堂就是进前这个新会堂的进前这个所在，这样买这会堂。本来是买这旧会堂吼，旧会堂边仔是先买这10外边啊。伊10边共买啊。共买一块啊厝要来住会啊。迄就是日本时代。迄真就是正日本时代。是啊。日本时代伊就买了皇太，因为都讲好了，叫太去，太倒。皇太要吹倒。吹倒啊。啊，甲以后再搁再重翻，翻德光啊。较早拢德光啊，德光教会，德光厝对，啊，以后这翻做房啊，翻做毋是过来遮，迄阵迄个第二厝的咯，第三厝，即摆现在是旧的会堂，迄种叫做第三厝，已经第一厝翻2遍了，一遍2遍，啊，拢伫共这个所在，共迄个所在啊，共地点就对了，地点啊。都在分宽啊！有个买地就对了，有上头10外边，甲尾分啊，60边，甲尾分啊，买150边。150边了，买150边，150边买了，再搁再买一个300边。300边买了，即嘛新的这边只，300边。300边买了要买一450边。就是即嘛这个空地遐。迄个450边。所以当这时。迄个300坪遐，听讲嘛无路，敢毋是？300坪嘛无路，400坪嘛无路，因为迄都是有只都市计划在来安尼。但是有都市计划什么时阵开发，毋知影。恁敢知影讲遐有要都市计划？有知啊。迄阵买300坪，敢知影遐有都市计划？已经知影。知，但是迄个人想讲这都毋知偌久。咱咧讲，讲懵讲。懵讲安尼啊。敢有影会开发啦？系啊，到尾才开啊。若阵还未开发较俗嘛，吼。都毋知影当时要开。要买10万块500。一分地较10万尔。10万块500。遐拢总几分地？一分地啊。10万块500，但迄阵的钱较大啦。较大因啦。买偌久才开始起会堂，才开始起路。民国77年吼。77年。7年时阵，大家才开一信徒会议。恁买的时阵是几年？民国几年？买迄块地是民国几年？都调回伫遮在传道。
如果差不多啊，咱相差7-8年哦。哦，7-8年啊，还蛮足紧的。没有7-8年，真紧就开发啦。没去就开发。77年才开始要。应该个大地叫的是死落去了安尼。住伫路边吼，四线道。都路边啊。这真正神所安排。然后无就无法度咯吼。所以长老对祈福教会不离有感情啦吼。有啦，确实啊，因为咱都讲起来，咱是含袂晓保行啦，但是咱参悟有着啦。参悟着。咱是参悟有着，咱才有感觉一个感情就安尼啦吼。即马祈福教会嘛300几个嘛吼，真正。那即马少320个啦。320个吼，对3-4个吼，一直即马呢，6个开始，伊讲即马300几个吼。哦，讲实要80万年啦。感谢主吼，今日长老吼93岁吼，伫遮吼回想到伊人生吼，讲起来真无简单啦，听起来吼那讲有当讲到较艰苦的所在吼，我来感激吼会哭吼，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吼，93岁回顾啦吼，一个回顾着较早迄个生活，迄种困苦，迄种流离吼，迄种搬厝吼，敢若像迄个长病人生共款吼。不过讲起来是主要说。会保守甲看顾啦，吼。阮兄弟爱当大家，大家安尼差不多，大家拢安尼。我在大埔拢安尼说咯。好，感谢主。即马剩长老一个，吼，90岁。拢总8下日子袂嘛，吼。8下日子。即马剩你一个。剩我一个。感谢神啦，吼。主要说特别看顾你，长老娘啊90岁。90。身体还佫足好诶，吼。我看行路高小些，主要说人民啦吼，囡仔拢大家拢真家业啦，囡仔是安尼好，真乖啊，乖啊啦，吼，我都当初我讲你们来中兴做是拍天下做事业可以，我赞成，但是你兄弟要合作，毋是为了趁钱，为着教会，为着老爸老母的名声，教会名声爱甲顾咧，为着咱就甲趁钱趁过问题，爱互老爸老母担心，嘛是无，所以我无要求你趁什么钱了我，要紧是爱有道理啦，有道理，爱兄弟爱合作，爱和睦，安尼我就满足，安尼我就想讲，我就一生就想满足安尼。对吼，咱就是会当，吼，咱的囡仔拢是主要所爱中，就主内底安尼吼，无离开耶稣，无离开主。毋免讲你一个月爱偌济好啊？是，我家己要认定安尼。长老做工课做到去年才算呀哈。做到92岁呢，吼，做到92，93都12月，多才算呢，吼，12月，3会2月，今摆上几个月啊，12月个做安尼，你较早伫 KO 嘛是拢有咧报传嘛，种田嘛，吼，报传嘛捌种过嘛，吼，对检车啦，那拢有啦。我听讲较早吼，为着迄水吼，原来无简单诶。较早做田人上重要，迄性命就是水嘛。这水有的人若较鲁莽吼，就甲你砸起来，对吧？因要用啊，剩后壁拢免用。大声细声啦，吼，你也讲大声提食啦，小声，咱就无毋敢叮当的人，毋敢甲人大声的人，咱就爱退边啊啦。我听讲你拢7早8早来困毛仔埔，我拢暗时12点，你去困。去饮水，困毛仔埔，所以咱饮好啊，随在人去饮啊，随在人去动啊，无干我自由啊，到早起6点我等7点我等来呢，都一个月，哇，真正，就困一个月，毛仔埔，因为一个月到叫做刷水了，毋免了。刷水啊，已经有够了，有水啊，已经有够了，过来就无水。是，所以我都点毛仔埔。迄阵田迄个稻啊大丛咯，袂要紧咯安尼。所以伊讲你个3日2日饮一摆袂要紧。若较早我是爱逐工爱饮安尼。工去安尼。爱饮对。就变咗惯势啦。是那个咱同在啦，吼，底下咱也无惊半项啦，困毛仔埔，新娘说对吧？毛仔埔嘛敢去，无感觉，也无啥物啊，人死去了，咱拢知影，迄就是
一堆土尔啦，有啦，灵都归树灵的神遐去啊，吼，根本也无啥物，无啥物鬼啊啥，迄个鬼老啥，迄就是魔鬼吼，你甲伊交叉吼，甲你吓惊，咱根本拢知影即个吼，即灵界的代志吼，所以讲起来啊，长老一生当中吼，讲起来是真正劳苦，啊，伫劳苦当中吼，也体会到神的恩典啦吼，按照古早人吼，较早的人吼，拢足勤劳的吼。就是拢爱做安尼啦，是安尼啦，无做感觉足艰苦，对，等到你做感觉足快活，对，足快乐安尼啦，无像即摆人吼，即摆做艰苦，即摆无做真艰苦，佚佗较快活，即摆无做真艰苦啦，无要紧啦吼，主要说嘛是互咱有休困的时阵吼，因为咱这机器吼，若阵用久的阵吼。嘛是啊，难免着爱去修理者吼，这拢是人甲机器甲厝嘛，讲厝啦，讲久来嘛是爱一寡物件嘛是拢爱翻修啊吼，还个订车加一个对吼，咱人嘛是共款，总是咱有一个信仰吼，这个信仰就是咱有愿望的人吼，无论咱活咧，无论咱拢是最后所有人，咱拢无咧惊吼，这就是咱的人生吼。今日照着这个诗篇78篇第1节到第8节内面吼，这阿萨吼高兴道伊做诗安尼讲，我的百姓啊，恁来留心听我的训诲耳耳听我喙中的话。第2节讲，我要开喙讲比喻，我要讲出古早时的谜语，是阮所听见的，阮所知影，也是阮的祖宗甲阮讲的。阮无将这代志向因的子孙隐瞒。也要将耶和华的美德甲快乐，甲伊奇妙的作为，述说互伊的后代听。因为伊伫雅各中间，伫神的选民顶面来立法度，伫以色列中来设立律法，是伊吩咐阮的祖宗爱传落子孙的。第6节咧讲互将要生的后代的子孙呢，会晓知影，因也要起来甲因的子孙讲。互因会当来仰望天顶的真神，无袂记你真神的作为，独爱守伊的命令。吼，所以长老的人生就是像这个诗篇内面所讲的吼，就是要将这信仰吼，会当互世世代代子孙，拢当保守伫神的爱中，会当要紧着这个信仰。除了拍拼工课以外，嘛是爱将这个信仰甲保持掉咧，互咱世世代代会当传承落去吼。这是长老的心声啦。长老，你最后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几句话无？咱人人生中吼，拢真坎坷啦。其实无讲一帆风顺的啦。吼，有诶头有诶中，有诶尾流。所以讲，若咱有信宗教的人吼，咱就持守啦，是个最后完成的。咱信宗教的使命安尼啦吼，无就是讲个世间无可能讲真正吼，大家拢真满意的啦。像我即摆我嘛是身体嘛有坎坷啦，对我嘛是有期待啦，期待讲神嘛早一天嘛呢，我会好袂对，我是期待安尼咱人就是安尼你讲咱去先生食药讲嘛，看这医生药开较好，互咱食袂，无有限啦，社会这是有限啦，天顶的神是咱所敬拜是永远的神啦，要性命交代，咱是性命是伊的手中啦，咱毋是讲咱安怎样，你就袂离世啦，你就安怎样，我就活咧几多年了安尼咯，总是咱。将这生命交托天顶的神，是这神啦。所以咱即马既然个安尼，咱就顺其自然就好安尼啦。食老了身上就免不了，多多少少的毛病真多啦。对，这免不了安尼啦。咱听众朋友吼，咱若听到这个见证了，希望咱大家有机会，真正咱世界拢有真耶稣教会你会当甲咱长老共款甲因的家族顶面会当去了解这位真神将咱生命将咱一切呢拢交托这位真神咱就会当伫心中得到平安。
节目将近要结束以前呢，希真要邀请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做伙伫空中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求神会当照顾你，甲你的全家。奉这所信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你，我来感谢你的大恩典甲怜悯，你是信实的真神，阮感谢你的救赎之恩。我伫这集的节目当中，阮听到林长老伊亲自的见证，实在是互阮足感动的。随着伊所见证，阮也流出感动的目屎。虽然有当时阮的身世坎坷，生活流离，但是你的手总是无离开阮。林长老对出事的交代，你一直拢亲手牵着伊的手，行过人生每一个段落的路。伊出世伫日据时代。昭和8年，民国22年，西元1933年9月26日，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拢住伫溪湖，也伫溪湖教会聚会，享年93岁，实在是你满满恩典。伊讲，因为正开始伊老爸是独生囝，无亲无戚，生活真艰苦。迄时阵为着伊的囡仔破病，所以去拜拜。找医生走投无路，感谢主有一天拄到本会黄李二三长老，伊是中华真有名望的人，伊带着林长老一家人来信耶稣，这是因蒙恩的开始。伊伫8个月大的时阵，伊的老爸失去着公务人员的工作，规家搬去到屏东去帮忙开公司的信者，虽然南漂去到南部去生活真艰苦，但主你拢有陪伴，兄弟姊妹拢总有8个人。长老是排第6，查甫是排第4。迄时阵，因会晓去屏东教会，车程大概是40-50分的时间，只有安息日才会当去聚会。但是心内拢感觉非常热心。伫第2次世界大战还未开始。生活就感觉真困难。迄时阵，伊老爸也过身，伊大姐的亲家介绍因去做饼的生意，开始的名号叫做甘英堂。生活了有转变，一直到战争爆发，伊大兄去往征调去做兵，生意煞无度继续来做。伊老母拜托教会日本人50人长老照顾着伊大兄。后来，伊母亲带着因搬去到潮州，搁来到公山。过程中间战火连连，仓库也受到扫射，所以烧了了。迄时阵，长老才读国小4年尔。伊讲，伊大兄有一日倒转来，讲伊接到一个任务，假使这个任务3日伊若无倒转来，就全家一定爱撤退。第3天，伊大兄结果有倒转来。伊老母带着大家分做2队，搬去到彰化，先搬去到亲家遐，佮再去到伊的二姐，最后去到河米的庄骹，带伫牛舍，捡着人落来的册来卖。最后说你拢安排妥当，因去到水尾受到大姐甲姨丈热情的款待。伊老母叫二姐倒转来，去一部工厂上班，家庭的经济也豆豆稳定落来。迄个阵因去15张礼去聚会，有一位寡妇借厝互因住，无要收钱。日本投降了后，伊大兄退伍，黄长老介绍伊去清水办公室做工，还阁有厝好住。这段是因厝内面安定的开始。长老讲，伊23岁退伍了后，就去到溪湖，经过教会兄姐介绍结婚。长老娘是溪湖教会第2代的信者，拢做伙伫教会第6代，将来毋捌分开。教会对家庭礼拜、租厝、买厝、起厝，主你拢一步一步带领着长老的脚步。主啊，我要将一切的忧虑卸予你，因为你顾念着阮。长老殷勤做工，一直到93岁才退休。以前伫做农做事的时阵，也曾经困伫咧蒙阿埔，大概有1个月。伊心内也无惊吓，因为主你陪伴着长老行过死荫的幽谷。阮出入
你拢要保守着阮，对待你到永远。等到迄个时阵定定为着囡仔祈祷，也原因会当合一三亲三疼，伫即个社会发光作盐，伫即个信仰顶面会当坚持伫主的路上顶面。主啊，阮知影长老一生拢是主你予伊的恩典，求主你的圣灵感动阮听众朋友的心，互所有来到你得救的真教会，你救恩基础的人，拢会当明白你的真理，来入捌着真神，会当来享受着今生有我靠，来世会当得到永生的平安。阮伫遮安尼向你恳求祈祷，求主你垂听。最后，阮也愿意将一切荣耀、懊恼、尊贵、权柄，拢归到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也愿恩典、喜乐、平安、福气呢，拢归到阮亲爱听众朋友。哈利路亚，阿门。亲爱听众朋友，本集的厝边叫大家好，这个福音广播节目呢，已经要接近尾声。若是你对阮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要甲阮分享，或者你有一寡各方面的疑问，会使写伫留言区，甲阮来分享、甲提问。上面呢，阮也真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会晓分享本节目的内容，互你的亲情朋友做伙来收听。阮也真欢喜你通好到你所踮的所在，会真耶稣教会，甲阮做伙来查考圣经真理的道，就是会互咱今生有真实的倚靠，将来灵魂生命会当有永生得救真实的盼望的福音。感谢你的收听，愿天顶的真神赐平安福气予你，以及予你的全家。欢迎咱下一摆空中搁再会。最后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